台湾今比无新增加武汉肺炎确诊病例，连带4日都无新增加病例。不过今比新增加11人死亡，院士馆内总共有442，连带29日无本土病例的。另外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宣布，研究儿童目睹失肺人数对本地的130人，并用到253人，一种族的初位到8人，总共30族的综合分验，接下来有可能做个期盼呢。族的同族的之间要维持1.5公差，每希望要做到实名制。面对动作发通天天呢要解封的，台大工地学院就表示，医疗体内要进入到后流行时期，因为秋天有可能会继续再个吹一摆，医疗院所应该要准备重整照护2年，建议中央要建立相关指引，做唔得係用医院自主的方式來應變疫情。南韓首都首爾嘅梨泰嘅夜店爆出全市感染。2029歲嘅男人結果確診以前去到5間夜店，只冇取本54個人。首爾市長下令無限期同所有嘅酒吧同夜店關起來。封鎖超過7禮拜過後，英國會有條件基金，首相強生拖當地時間出席，宣布要本做5日集團解封。8日起時，英格蘭有的民眾會恢復上班；8日起時，民眾做的無數的限制隨意運作。